大家好啊！阿朱神父啊，禧年咧差唔多就快過去咯喎。係啊，不過唔使怕，我哋天主教溫哥華總教區嘅華人牧民處嗰度呢，將會喺1月25日將會舉辦一個嘅大型歌舞話劇，內容呢係圍繞住呢個希望，跟呢個禧年嘅主題呢非常配合嘅。咦？呢個係好好嘅福傳機會喎，我哋約多啲朋友去睇啦。冇錯，不過因為時間嘅關係呢，佢哋只可以演出2場。不過你哋快啲去買飛啦！你知唔知道佢哋喺邊度演出啊？我知道佢哋將會喺呢個列治文嘅 Gateway Theatre 度演出。不過呢，嗰日係主日嚟嘅，有2場。第一場係2點鐘開始，尾場係7點半鐘開始。咁我哋要快啲去買飛啦！唔使急，不過要快。你哋隨時呢都可以上呢個 Gateway Theatre 嘅網站就可以買咗飛噶啦。哦，咁執事，不過我又聽講你有份做嘅噃，唔話俾你知住，咁神秘？你到時去睇咪知咯。好啊，咁啊，約實你啦，1月到時見啦。